所以我说当桃园市长，我就是桃园市的财神爷。大家知道说我在台湾的时候做了一个现在台湾非常有名的水，叫做碱性离子水，那是海水抽回来做盐，水丢掉，我拿回来卖，就创造一个名字叫做碱性离子水。那瓶子钻石型的瓶子是我设计的，一年可以卖8000多万瓶，那个一年DOT国家赚20几亿，所以员工平均拿到16个月的年终奖金。我走的时候员工都哭啊。基层为什么要哭？他说财神爷走了，所以我说当桃园市长，我就是桃园市的财神爷。我不是拿百姓的钱去花掉而已，我是要创造更多的财物给百姓。这个郑文灿执政的桃园市，我们看到做得非常好。那么我们必须要很多的还没有完成的工作都必须要延续。那么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怎么样创造更多的财富，满足桃园的需求。当然，在整个都市的规划上面，我想要做一整套的都市规划。虽然现在要整个把30几个这个都市计划整合成3个，但是我认为还不够，应该就是整合成1个，让知道桃园市整个发展的方向。那更重要就是政府需要不停的创造财富，用新的思维让人民过好日子。特别是桃园跟中立，现在发展到良好，这个当然政府刚开始，这个是那个航空总部。你看到下面都是零零散散，一块一块的，所以桃园现在就是说要整块的这个都市计划，知道桃园的未来发展在哪里，现在不做未来不做。你看到为什么我们现在像桃园市的街道要后造成发展上非常大的困难。比如说我们讲一社捷运站，我们火车站这一条，它的这个捷运需要挖很深，所以成本增加。桃园大概长时间都是蓝大于绿的哦。那么因为郑文灿的努力之下，现在绿盘当然往上升了一点。现在跟国民党看起来大概是平盘啊，甚至还列数以南了哦。所以候选人的因素就显得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候选人除了无私奉献之外，他一定要有一定的行政经验，那么才能够很快的上手。现在很多人问我说，到底有几个要参选？我只有很清楚的告诉他，别人不知道，但是郑宝清一定会选。我们当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那当然国民党知道，我们刚提到的，国民党在桃园是蓝大于绿，那民党要赢都必须要用很大的劲，那么需要更多的付出，得到选民更多的认同。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年轻人知道，我们选上之后会替他们做事，让他们看到希望跟未来。